欢迎收看《南方特搜报》，我是赖昌邦。台湾的凤梨去年遭受中国禁止输入，但是在政府、农民以及外销业者共同努力之下，创下不错的外销成绩。今年台南市政府再接再厉，举行台湾凤梨外销日本封柜仪式，台南市长黄伟哲和农委会主委陈吉仲都出席见证。每年4、5月是台南凤梨盛产的季节，为帮助农民行销，中央与地方动起来，积极拓展外销市场。包括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与市长黄伟哲日前特别于麻豆金子红公司办理凤梨外销日本的记者会，总共1365箱，大约14吨的凤梨准备销往日本。再次见证台湾凤梨的实力，尤其在台南是台湾的凤梨的第2大产区。那现在正好是凤梨盛产期，感谢农委会，感谢我们台农发以及所有的各位好朋友农民种出这么好的水果。那个农委会跟台农发把这个通路打开，希望今年外销日本再创高峰。今年我们锁定卖到日本会超过3万公吨，目前到4月4号。我们外销到日本的已经超过1万公吨，深获日本所有的消费者的喜爱，而且卖的价格是平均每一颗在600到900块日币都有，甚至未来还因为品质的提升卖得更好。所以农委会这边特别感谢台南市黄伟哲市长带领的团队，还有赖委员带领的所有的我们的台南的立法委员一起共同支持我们所有的农委会的外销政策，农民也非常的配合，从整个用药的安全、分级、洗选、熏蒸、包装，到最后的冷链，全部的一条龙。看到工作人员从清洗、套袋到称重、分级包装，整个作业半自动化。市长表示，虽然台湾今年凤梨种植的面积减少1%，不过农委会设定外销量比去年成长2000吨，今年预计达到3万公吨，到今年3月底已经达到9805公吨，比去年同期增加12.2%，显示我国的凤梨外销已经成功转移市场，不再只靠中国大陆。记者林根台南报道。台南市政府消防局关田分队多年来持续研发改进消防水袋收卷机制，发表新一代消防水袋电动清洗收卷机，大大减轻消防人员救灾之后的收整负担。台南市长黄伟哲除了现身来观摩，并且颁奖表扬研发人员。消防水袋是救灾现场不可或缺的重要利器，但水袋在延伸的过程往往会弄脏。因此，关田分队小队长与队员在去年7月研发出第1代消防水袋清洗收卷机，结合消防车高水压进行清洗。现在第2代更结合电动与遥控方式，并于日前首次发表。它除了线控的开关之外，我们还增加了遥控的功能。然后这个遥控的它这个清洗水门的部分。清洗水门不能完全采用电磁阀下去做控制，有检修的动作的时候，它才会出水做清洗。像今天有看到了自动水袋清洗跟收纳，其实我们知道常常看到这个电影中有个画面呢，这个消防队员到救灾现场，第一个时间就把那个水袋打开就大家要比赛那个滚那个水袋，看谁滚得准、滚得长中间不会倒掉，所以可知道水袋的收放都是需要很多的一个技术，而且很耗时间的。另外，水袋在平常在救火灭火的时候都放在地上，那难免会有一些污渍污损。那所以说要在怎么样把它清洗干净，然后又可以收纳起来，然后不会这样可以确保这个水袋的品质，而且将来在救灾抢险的时候，第一时间就可以变成很干燥又很好用。所以我觉得其实这很重要。也谢谢我们台南市消防局各位打火弟兄大家的努力，研发这么好的这个水袋的这个收纳以及清洗装置。该设备除了以电动方式将水袋进行清洗与收纳，另外也将装备与消防车结合，
让到场观摩的贵宾都相当称赞。市长并当场表扬研发人员。记者林根台南报道。运用机器人可以帮我们做很多事。高雄市前镇区瑞丰国小的机器人课程中，已经发展了迈入第5年，但是缺少一处学习机器人的专属空间。学校在各界的支持之下，终于成立制造奇迹馆，未来将持续扩充设备，希望学生在各项机器人比赛中有更好的成绩。瑞丰国小校长和教育局科长等人一同拉下红布幕，制造奇迹馆正式揭牌。代表瑞丰国小的机器人教育已经完成3344的4年计划，迈入第5年，进入3324的2年计划，将朝着航向国际的目标迈进。2个非常重要的项目，一个是要迈向国际的国际赛，一个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基地探索中心。这样的理念下，我们有今天的这个奇迹馆。这个奇迹馆会依据3个阶段来把它完成。目前今天，就是有点宣示我们第1阶段是完成的。这座制造奇迹馆是在西子湾福伦社和冈山仔南天宫以及创校校长的公子和家长会历届会长的支持下完成第1期工程，未来将持续努力提供学生更完善的学习环境和设备。其实我们也期待高雄市政府能够愿意以我们这里为一个探索基地。况且我隔壁的正义高中，它的国中部跟国小部也都发展机器人，想说，纵向的衔接跟举的资源，如果人家愿意，我们是很想成为一个南部地区的机器人的探索基地。所以我们要特别恭喜我们瑞丰国小的目标，从小就扎根了我们科技的教育跟素养在这边。那也非常期待我们瑞丰国小的孩子未来可以成为我们高雄市不可或缺的高科技人才。瑞丰国小的机器人教育是以校定课程、社团和校队3轨稳定发展，校队学生也在各项比赛中获得亮眼的成绩。希望未来学生能够将机器人运用在各个层面。记者潘志光、赖昌邦高雄报道。台南水交社2022晴空艺术节展出许多艺术创作摊位，其中特别醒目的婚纱礼服摊位是由佳琪高中实习主任带领流行设计系3年级的学生设立的，配合学校开设的课程，将10套怀旧婚纱进行改造。同学们以环保议题为主轴，重新赋予每一套婚纱新生命。来到水交社2022年晴空艺术节，一进到活动场地，可以看到许多小朋友开心地坐着小火车以及小飞机在空地间来回穿梭。许多摊位中可以看到挂着紫色布条的佳琪高中流行服装设计科，里头放着的每一套礼服都跟一般市面上传统礼服不同，充满了设计感。其实这一次的活动啊，是我们印文化局还有微微光这个婚纱的公司的这个合作哈，那我们利用我们服装科3年级的选修课，那其中有一门课是礼服的设计制作，那我们的孩子们就是微微光送给我们10套的就是怀旧的礼服，然后让我们做一些就是孩子的创作跟改造。那我们的主题就是要以环保、永续跟时尚的概念做一个出发点，然后让学生去做一些创意的一个设计跟展出。所有的礼服都来自2021年的时候古董婚纱公司所赠送，让老师与学生们可以结合课程，让学生们以环保的概念作为设计的基础下去做设计。镜头中的一套一套美丽又设计感的婚纱就是由此而来。我们拿到了这件礼服，一开始看到的时候，它是呈现一个蓝绿色的样子，所以我们想到了是一个动物以及植物的感觉。然后我们是设想它是动物的，所以我们想到了蝴蝶跟蛹，一个破茧成蝶的感觉。所以我们用了破茧成蝶为我们的设计理念，在上半身的地方我们用了蝴蝶的元素，然后下半身是茧的感觉。然后这些灯泡我们都是用就是毛毛虫变成茧的过程，然后这些毛都是毛毛虫小时候的样子，所以这件礼服我们是想要呈现一个就是动物们破茧成蝶一个成长的历程这样。这件作品主要是以环保为设计理念发想，那我们下摆的部分是以火烧、喷漆以及塑胶的方式来呈现正在被人类侵蚀毁坏的自然景象。然后我们以比较写实的手法，希望大家就是看完这件作品之后，可以确实的做到
环保、减少资源浪费的部分。那以上就是我们的设计理念发想。这次的婚纱让环保永续与时尚做结合，引导学生们尽情地发挥各自的创意，配合活动让学生们有一个创作展现作品的平台。记者刘品言，台南报道。小朋友小的时候会有很多玩具，但是长大之后，这些玩具就被丢掉，会觉得有点可惜。高雄市盐埕区就有一个玩具码头，能够将别人不要的二手玩具重新赋予生命，转交给更需要的人手上。现在就带你来看看。一箱又一箱的玩具送来，好的坏的一一分类。隐身在盐埕区忠孝国小地下室的高雄玩具码头，其实是赋予二手玩具新生命的基地。透过民众的捐赠，让这些玩具再次重生。台湾其实生活资源蛮丰富的，然后其实小朋友长大之后，他的玩具呢，其实很多人就很有爱心，然后想要分享出来，可是不知道在哪里，刚好就可以来到我们协会。对，所以我们致力17年来就是将二手玩具做最大的利用。仔细分类，将玩具送到需要的孩子手上是他们的使命。光是玩具车就分成好几种，送来的玩具分类清洁好，整齐地陈列在柜子上，方便社福团体或机构来挑选。那我们就会先把它分类，好的玩具跟坏的玩具。那好的玩具以后呢，它就要先清洁。然后我们会用酒精，那有些是木质的话，它就不能用酒精，所以我们擦拭方式也有分啦。协会的工作人员都有着服务的热忱，也在网络上招募起志工，而每位志工也身怀绝技。眼前的这位志工妈妈拿起螺丝起子就开始修理玩具，让玩具们又活了过来。我是在 FB 上看到的，因为我对玩具我喜欢玩，小朋友也喜欢玩，然后我会帮他修理玩具。然后刚好在 FB 有看到还在征志工，我就立马来报道了。为了让更多玩具能够重获新生，台湾玩具图书馆协会也正在筹备更大的共享园区，希望民众能够一起来响应。我们希望有一个园区，很大的园区，把所有的玩具可以来展示。对，然后最主要还是有一些比较教育啊，或是一些环保的议题，然后或是让大家可以来一个基地，有一个园区可以来可能去。不管是参观或游玩或做教育都很好。玩具们来到高雄玩具码头，让来自各地的二手玩具有港湾可以停靠，而经过水手们的巧手，又能够让这些玩具再度起航，陪伴下一位主人。记者林嘉义高雄报道。台南市华山中西区爱心天使站成立14年了，陪伴将近250位的长辈度过孤苦无依的日子。为了感谢社会各界长期支持华山的照顾服务，基金会举办中西天使站感恩茶会，并且在活动当中教导长辈制作染印祈福袋，祈愿疫情早日平息，大家都健康平安。由小牛顿幼儿园小朋友带来的舞蹈表演，为华山基金会台南中西区爱心天使站14周年感恩茶会活动揭开序幕。活动这天，现场也来了许多关心长辈的长官贵宾前来同乐。我们可以看到中西区长汪庆龙、永华里长郑确燕、茂记黑豆花以及许多华山的志工，一起庆祝中西区爱心天使站在地服务满14年的日子。华山基金会伫咱中西区吼嘛扎根足久啊，服务足侪咱的在地的老大人吼。伫咱迄个迈向超高龄的社会吼，咱长辈吼，真正讲的是伫咱中西区吼嘛长辈足侪啦吼。啊，真正需要吼，大家吼像今仔日吼，咱感谢咱迄个神农顿的幼儿园吼，带囡仔出来，大家迄个同乐啦吼。啊，咱直接带囡仔拢去上班吼，啊，咱带。伫遮吼会当做一互动吼，啊安尼较袂老啦吼，啊再会当吼伫咱社区活动吼，啊做伫遮对咱讲的在地老化吼，啊是介幸福的啦吼。这2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基金会减少举办许多大型活动。这次是为了感谢社会各界对于中西区爱心天使站14年来的帮忙，特别选在永华里活动中心举办感恩茶会，感谢大家的支持。
疫情的关系，我们已经有2年多没有办大型活动。那我想很多的长辈呢都闷坏了。那我们到现在，我们的中西站呢已经创立了到现在已经是14年了。一个站长呢，他除了要负责长辈的服务之外，他还要去募集社会资源。而这一路的过程，如果没有我们的在地的资源单位，还有我们的很多善事义工来支持的话，是没有办法来成就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在感恩茶会上，基金会也邀请亮亮染织手作坊的吴亮珠老师，亲自教导长辈制作植物敲拓染的提袋，让长辈动手动脑，做出自己的创意袋子。手爱细腻，咱就好口分落开，手来，记咧，然后为中由内而外，由上而下，为中家安尼。刚刚做这样趣味无？趣味啦，新鲜啦，当然干多人啊，安尼做足新鲜的。今天呢，我们做的活动呢是拓印染。那也希望说呢，在这个过程敲敲打打的过程呢，能活络我们的服务的独居老人他们末梢的手部神经，然后最后呢，更可以写上心愿卡来挂在我们的这个袋子上面，然后带回家来做个纪念。那我们也邀请呢在地的公司行号以及在地的善事，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守护老宝贝的行列。华山基金会在全国成立大约400个爱心天使站，服务将近3万名长辈，秉持在地老化、社区互助等理念，免费提供到宅访视、慰问关怀、陪同就医等服务，期待以在地人服务在地人的精神，建立社区互助自助模式，也欢迎认同他们照顾理念的朋友，一起加入关怀长辈的行列。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高雄市左营区果丰社区巷弄长照站有许多高龄的长辈，为了帮助他们活动筋骨，里内的志工特别安排了打击乐和拍打功等课程，让长辈随着老歌轻快的节奏敲敲打打，不但刺激听力和手脑灵活，并且借由拍打身体能够帮助血液循环。一播放轻快的台语老歌《四季红》，长辈就随着歌曲节奏敲打手中的手摇板和铃鼓，上上下下敲出清脆的响声，身体也跟着旋律摇摆。没有声音的时候就是平的拉，这样子。要有声音就是这样子摇，就是我的手指到哪里，你们就跟得到哪里，这样，就这样，大家就大家都眼明手快啊。接着是穴道拍打功，长辈跟着歌曲用手拍打自己的身体，从头到脚几乎每个地方都拍打到了，让皮肤、肌肉、筋骨甚至是穴道都刺激到了，身体很舒服啊，都有运动到啊，手啊、头啊、脚啊都有，身体拍一拍比较舒服。比较舒服，会不会痛？不会啦，哪有会自己打到痛？果丰社区的长辈年纪都相当大，人数也很多。里长在成立关怀站之后，又拉长天数，扩增为巷弄长照站，希望能够照顾更多长辈。在课程设计上也以简单的活动为主，但也都能够延缓长辈的老化。我们平常都是会做染身运动，那还有就是，我们会增加一些外面的资讯进来，所以像我们这次也做了预防延缓失能。因为我们的老师教得好，所以说我们很认真的学习。在里内志工的协助和带领之下，鼓励长辈到长照站活动，用简单的打击乐器，甚至是双手万能，都能够变化出许多活动。长辈持续来长照站活动，就能够延缓老化速度。记者潘志光、赖昌邦高雄报道。台南市索卡艺术离城空间有一项由当代中日台天幕第一把交椅江有庭大师的作品展览。江有庭在陶工将近40年，精准掌握天幕的烧窑艺术，并且自创烧艺一词，在2011年更获得总统亲自颁发台湾之光的荣耀。在台南东区的索卡艺术空间，邀请到台湾天幕第一人江有庭大师举办个人展览。这次的展览是江有庭大师第一次与当代的艺廊合作，展期从4月2号到4月24号，欢迎民众可以前来欣赏中国、日本、台湾的首席天幕大师作品。能够邀请到江有庭到台南的离城艺术空间来做展览。那江有庭老师，他所创作的
天目釉的作品呢，那么是在日本、台湾跟中国大陆做天目釉的所有老师当中，大家公认他是第一人。那么他的作品非常的精彩。那我们在离城艺术空间呢，就到我们台南市东城路21巷2号做展览。那么从4月2号开始，一直到4月24号，那么每天的白天，除了礼拜1、礼拜2休息以外，都有展览。那么邀请我们台南市的朋友，不要错过这个很难得欣赏很高水准艺术品的机会。那么到那个离城艺术空间来参观江友廷老师的天目茶展。江大师陶工将近40年的时间，从窑烧的过程中发现，只要用5、6种原料，就可以因为窑烧的关系、火候的大小，产生出千百种不同的样式。所以目前这一次展出带过来39件作品，它不属于传统的一个天目，我称它为常设天目。要认识它的差别，比较简单的就是传统的天目等于是黑白照片，我烧的常设天目它属于彩色照片，它不是釉要不一样，而是釉烧的一个变化产生的一个新的釉彩，叫做常设天目。那它的一个性质是属于我称它为烧艺，它跟一般的巧工细工的工艺是不一样的。那个我们讲到陶瓷，一个就是陶瓷，就讲到陶瓷工艺。事实上，应该还有一个陶瓷烧艺来做一个类别的一个归属。透过江友廷大师的介绍，在现场可以亲身感受每一个天目里所呈现出来的不同花纹，实在非常有趣。欢迎大家可以在4月2号到4月24号的展览期间来到现场，亲自用眼睛来感受一下每一个作品的特别之处。记者刘品言，台南报道。高雄市前镇草衙有一间道地的粤式料理店，有2名同样嫁来高雄的越南姐妹一起创业，卖的是台湾人比较少吃过的越南法国面包，结合了越南料理和法式面包的独特风味，让人回味再三。公园旁紫色的花朵，排队的顾客，拍照的人潮都聚集在这一家店门口。看着倒映街道的窗户，里面的顾客正在悠闲聊天。究竟这是一家什么样的店呢？让许多人驻足于此。在欧洲，我到那边吃了很多，就是他们当地的冰淇淋之后，我觉得很惊艳。只是我没有想过说冰淇淋其实也可以到这样子的一样的风味，然后甚至是这么样的让人觉得叹为观止。所以我觉得。我想要把那样子的感觉再带回来台湾，搬来这边的时候，发现觉得这个公园其实很漂亮，然后会觉得说，它1楼设定成是车库的话，其实是有点浪费的一件事情。我们觉得说这样的风景，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带给其他人，我觉得会比较有趣。美丽的景色让人回味无穷，美食的记忆也让人久久难以忘怀。欧式冰淇淋的特色在于师傅凭着自身功力，选材料并没有特别的限制，而口味清爽也是一大卖点。冰淇淋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些比较美式的冰淇淋，那他们的风味就是比较甜腻一点，然后可能就是味道上可能也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多元。但是出了国才发现，觉得说，其实任何的材料都可以把它做成冰淇淋。最大的差别在于说，他们很天然，他们很低脂，那他们不会添加太多不应该拥有的化学药品。美食的特别来自于味觉上层次的变化，而这家冰淇淋店的产品上充分的展现了食物的多元性与特色。我们的可可交响乐，它那一款的可可跟别人不同的是，它虽然说它是巧克力，但是我们混合了3种不同的巧克力，来自3个地方的巧克力，那它各自带有果香、花香，甚至是本身可能可可的苦味比较重的。那另外一款呢是只用红心芭乐，最特别的地方是我们是跟无毒小农自己拿的，然后再加上我们希望跟他们拿的是他们无法去贩卖的2次品，那我们希望也能够帮助他们去消化掉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反而转而跟他们拿。多种可可的搭配，让你的味蕾在巧克力中的花香与果香之间来回游走。采用小农的红心芭乐，除了芭乐的香气与酸甜在口中释放，也蕴含着老板支持农友的心。
今天其实是第3次来啦。本身不喜欢很甜的冰淇淋，然后它比较是偏手工冰淇淋的话，就它的口感会比较绵密一点。因为像之前有在意大利吃过冰淇淋，然后他们的冰淇淋会比较绵密，有一种就是感觉好像吃到那个时候吃到冰淇淋的感觉。透过味觉上的体验，店里的布置风格，不知不觉我们就到了欧洲旅游。下次有机会经过这里，不妨坐下来试试这一款不一样的味道。记者陈柏宏高雄报道。在高雄市凤山五甲一带的公园旁，有一家充满欧式风格的冰淇淋店家。不仅口味混合法式和意式特色，充满异国情调的店家陈设，吸引了众多的顾客和拍照民众驻足。刚出炉热腾腾的法国面包，一刀切下，清脆悦耳的声音让人感受到它的新鲜。接着往里面塞进各种满满的越南口味馅料，一份仿佛就能补足1天的能量。老板娜娜与她的姐妹开店的动机，除了双方丈夫的鼓励，也是因为想找到怀念的味道。因为都没有找到我的口味，真正的口味的越南面包，可能就要跑去很远。然后我想说，我要去学，然后就做开店面包，可以分享台湾人跟越南人来台湾上班，可以每天吃到真的越南的面包。这间店特别之处是使用的南越式法国面包，全程由自己制作，一早3点就得起来工作，从揉面、发酵到最后的烘焙，这是店家对于新鲜的坚持。而老板也特别介绍了南北越在面包上的差异。这个是开刀，这一口就是北越的情况，然后另外的是说，这个是南部的，去胡志明市都看到这长这样子，如果去北越就看到这样子，这个是差别。外面我还有抹奶油、芝麻的。大家咬一口就香一口，咬一口就香一口，脆一口比较好吃。店内招牌的品项除了烤肉面包，还有鸡肉起司面包。烤肉长时间腌制，并加入香茅等香料去烤，才是道地的口味。而鸡肉起司则是老板受到朋友启发，想结合西式口味。越南烤肉面包就是使用猪肉来煮，然后我们要腌那个8个小时。我这今天早上我就收肉，对不对？然后我要腌8个小时，到晚上，然后我们把做冰，然后明天早上我就去烤，然后在里面的肉都有香茅，煮到这香茅的味道。另外的鸡肉就是说，鸡肉我们使用那个腿的鸡肉，然后我们剁成小块，然后就乳跟鸡丝去乳跟那个牛奶去乳，然后变成它口感很奶的感觉。香香的感觉。在高雄，越南籍配偶是外籍配偶中排名第2多的。娜娜也提到，刚开始开店时，是因为许多姐妹帮忙宣传，才让大家逐渐接受不同口味。在这块陌生的土地努力打拼，同乡间的彼此扶持，能让人感到温暖。记者邱玉婷，前镇区报道。以上是今天的南方特搜报，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赖昌邦，我们下次再会。